伫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三角伫咧，道就是上帝。这个道伫起头甲上帝三角伫咧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，互见了信伊的人袂沉沦，会得永活。伊听世间甲安尼，人为着朋友献性命，听无比这个较大的。上帝的彩彩一片托亚的身体，让这多这红花开来做光明。一心兄弟要化作来金刚，你呀是兄弟不见来金兄。
当迄时，行洗礼的约翰来，伫犹太的旷野宣传讲：天国近了，恁就悔改。迄时，耶路撒冷甲同犹太以及约旦四方的证人出来就问伊，伫约旦河对伊受洗礼，认因的罪。迄时，耶稣对加利利到约旦就问约翰，要对伊受洗礼。迄时，耶稣和圣神引带到旷野，要受魔鬼的刺。已经禁食40日，后来就要试探着活来。对伊讲：你若是上帝的子，愿好这就头面罪病，愿好这就头面罪病。迄时，耶稣应伊讲：人的王那我可表，人的王那我可表，就是我可上的之所讲，我可上的。
鬼佮带伊到圣城，互伊徛伫殿的尾流，甲伊讲：你若是上帝行，旁条路去，因为去再讲。就到遍地打就逃，圣经可记载讲，无的是做你的上帝，无的是做。魔鬼佮带伊上极悬的山，用天的万国甲伊的阳光，拢互伊看。魔鬼对伊讲：你若跑落来拜我，我就将这的拢总予你。拜我，拜我，拜我，撒旦。对安尼，魔鬼离开伊，有天使教来服侍伊。耶稣变行加利利，伫因的会堂教示，宣传天国的福音，以好变世间逐样的镜头，甲逐样的病痛。
咱亲爱的主的亲世间，大欢喜到达所在，那亲像圣经所记载讲，伊偏行到位行好。伊偏行到位行好，偏行到位帮咱人。伊是咱的模样，咱拢要亲像伊。伊偏行到位行好。天命主的听，拜卡伊好，生命的得着看见，好世人个活要的把酒，好贵妇的日头发。偏行到位行好，偏行到位帮咱人。伊是咱的模样，咱拢要亲像伊。伊偏行到位行好。行到位行好。迄时，对加利利耶路撒冷。犹太甲约旦河外有侪阵的人来对伊，耶稣看见遐规阵的人，就爬上山，已经坐伊的后生就近伊，伊开喙教示因，安尼讲。心内怂恿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他。
四线，亲像羊无牧者。耶稣离开加利利，到犹太的境内约旦河外。迄时有人带细囝就问伊，按伊用手唤因来祈祷。学生责备因，耶稣讲：用阮细囝来就问我，唔通禁止因，因为天国拄是属伫即号的人。
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，伫路林带10个学生甲边仔，甲因讲：过日有侪来过节的人，已经听见耶稣要到耶路撒冷，就举棕树枝出去迎接伊，叫讲：和散啊，奉主的名来的，就是以色列的王，愿意得到恶乐。已经入殿堂，就赶出遐个卖面的，甲因讲：有记载讲，我的殿要做祈祷殿，恁反正互伊正做读书。耶稣日日伫殿内教示人，这祭司头、经学士以及百姓的时代，计无要逼伊，总是找无步，因为百姓拢伫意要听伊。假节的头一日，学生就跟耶稣讲：按因伫什么所在，甲你备办搬过节？伊讲：恁入城去到无人遐，甲伊讲，先生讲我的时到了，我也要甲我的学生伫恁兜收搬过节。学生照耶稣所吩咐去行，就备办搬过节。到入暗，耶稣甲10个学生坐倒。这个时，耶稣讲：
是我，你就是。耶稣甲因到一个所在，名克西马尼，甲伊的学生讲。才带彼得甲西比太两个囝三角去，就忧闷，心内艰苦，甲因讲：我的心灵实在真忧伤，心只到要死。你的家境上天好我。溜溜啊，进前，面趴伫地里，安尼祈祷讲：我的爸啊，你若为通回去，可这杯离开我。今世叫我所爱，叫你所爱。就来学生遐，看见因得困，甲彼得讲：安怎样？恁袂当甲我敬圣点仔久嘛？着敬圣祈祷，免这就袂歇。我知恁的心灵虽然愿意，若是恁的肉体软弱。第二摆，搁去祈祷，伊安尼讲。搁再来，看见因搁在困，因为因的目睭涩，耶稣离开因搁去。第三摆祈祷，也是讲遐个话。迄碟搁招群学生，甲因讲：当通困难休，时已经到。也在讲的时，
忽然12个学生一个犹太来，邀规顿人举刀甲推啊，对这祭司头甲百姓的长老遐三甲来，耶稣甲伊讲：朋友，伊来要做就做。遐个人就进前起来掠耶稣。伊互遐祭司头长老告，伊也无应。耶稣无应因一句话，伫甲总督大奇怪。到这期，总督照例放一个犯人和证人，是照因所爱。迄时有出名的犯人，名叫巴列巴，因已经自执。比拉多甲因讲。恁来我来讨帮多一个人，巴了巴，是耶稣称罪基督。因为总督知，因为着怨道才解送耶稣。才会祭司头甲长老告诉证人，求放巴列巴灭耶稣。总督对因讲：恁来我来讨帮多一个人来欢迎。情这耶稣的人，我怎样办理？比勒多看见无采工，反转来扰乱，就喷水伫证人的面前洗手。这个异人的血，我
我无做，恁家己打算。伊就放巴拉巴福音，已经逼拍耶稣，就发高去顶神的家。彼人煞带伊去一个所在，名哥哥他，就是头到晚的所在。安尼，因就定伊伫十字架顶。
经暗，有阿里马太的好野人来，名叫约瑟，伊也是耶稣的学生。迄个人去见彼拉多，求耶稣的身体。彼拉多吩咐着予伊，约瑟受迄个身躯，用清气的幼布包伊，下伫伊家己的心的梦，就是伊伫石盘所拍，就过大地石伫门口离开。安息日后7日头一日，天破光，玛利亚要来看迄个梦，忽然地大震动，主的天使对天落来，高开迄块石来坐伫顶面。天使应允迄个妇人人讲：你毋免惊，因为我知恁咧找顶十字架的耶稣，伊无伫遮，因为伊已经到我，照伊所讲的，恁来看主所到的所在。迄日就是7日的头一日，已经暗。学生因为惊犹太人，就伫因所住的所在关门。耶稣到店伫中间，甲因讲：愿恁平安。已经讲这话，就用手甲协议互因看。学生看起主就欢喜。耶稣伫学生的面前，佫有惊侪信者，无记伫这本册，多记者的，无信耶稣是基督。是上帝的囝，信就伫伊的名得到荣华。
主耶稣啊，我愿你再来。